李先。如果有日真係香港做唔落去，我台灣我都有個好大嘅生意可以繼續。即係揾一樣嘢，我可以真係唔使話突然間冇晒啊！嚇，突然間即係變咗佢即係砧板上嘅肉啊！嚇，永遠係。喺台灣係一個有民主嘅地方，我哋唔需要喺台灣去爭取自由。政治壓力到而家為止，我就覺得咧都係有一個限制嘅，有個限度嘅。咁但係我哋個發展係冇個限度。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過去幾年喺香港、台灣兩邊走。你哋係咪俾咗 business lunch 嘅？睇睇。佢一定係呢班機。2000年，黎智英去台灣辦傳媒，先後開辦咗台灣一週刊、蘋果日報同當地第一份免費報紙《爽報》。當陳水扁當選為台灣第一個在野黨總統，喺選舉結束唔夠一個月，黎智英就到咗台灣，感受下呢個社會，感受下呢個市場嚇。6個月後，一週刊就出現嚇，跟住2年後呢個蘋果日報出現，咁做到今日嚇，蘋果日報係台灣最貴最大嘅報紙，一週刊亦係最大嘅雜誌。喺台灣發展咗7年，黎智英喺呢度生活得好投入，每朝早都會喺佢陽明山嘅住所游半個鐘頭水，其他時間會盡量同各方面嘅朋友見面。因為你唔係好多人啦，都有啲朋友啦，咁啊晚晚都唔係呢個朋友就嗰個朋友出去食飯啦。咁香港我就好少嘅。呢一日，黎智英甚至係以東道主嘅身份，帶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蒙代爾到台北遊故宮。芒果的總編輯費魯來啊，歡迎他。呢個電視節目專門模仿一啲熱門話題嘅主角。黎智英喺舊年6月上去做嘉賓。黎智英啱啱到台灣辦媒體嘅時候，曾經受到非議，被指旗下刊物過於着重色情同渲染，引入狗仔隊文化，更加改變咗台灣傳媒生態。打波 K 佢先，真係好笑。The best way of peacemaking is to have free links, free trade with China. The trading road with China. 黎智英認為台灣社會對佢嘅接納程度比起香港高好多。喺呢段時間入面，佢建立咗唔少嘅人脈關係。呢度啲人，我覺得係斯文好多，即係唔會話走去日日去抹黑啊！如果你睇香港張報紙咧，你日日有黎智英嚇，呢個契弟啊、販毒啊，乜都有㗎嚇。97年後，我自己有個好uneasy嘅 feeling 嘅，就係香港終於都係中國嘅地方。就算佢一日唔搞我，慢慢都會搞我嚇，慢慢去搞我，我都會有一日俾佢蠶食到做唔到為止。咁我一路都喺度揾個 leverage 嘅，揾一樣嘢我可以真係唔使話突然間冇晒啊嚇，突然間即係。如果我喺台灣真係有個幾大下嘅 media presence， 唔多唔少，無論係從生意嚟講，從政治嚟講，或者同大陸嘅關係嚟講，都係個 leverage 嚟嘅對我。
以前台灣報紙好悶嘅，佢哋冇突發新聞嘅呢度。我哋做咗突發新聞之後，佢哋覺得哇，即係將個社會嘅醜惡啊咁多嘢揭發出嚟啊，咁突然間好似台灣好似衰咗咁啊咁。呢啲查實係佢哋需要知道嘅嘢嚟嘅。呢一種方式有別於傳統報章只係偏重文字同靜態新聞嘅做法，敢於挑戰權貴，亦都係整個壹傳媒可以喺台灣站穩腳步嘅重要因素。台灣壹週刊嘅銷量穩佔同類刊物頭3位，台評喺2年之內就成為當地4大報章之一，銷量超過50萬份。